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前总统马英九3月27到4月7要去到中国祭祖，阁会带学生囡仔去中国交流。伊也是头一位落任了后过去中国的总统。全面发6,000块对3月22开始登记身份证尾数连甲1代生，有5种方式通选，直接入去考做的会上紧摕到钱。习近平暗算3月20日要访问罗西亚，也见到普京会签署2份的合作文件。专家认为，中国想要提升伫咧全世界地位。前总统马英九3月27到4月7这段期间要去到中国祭祖，阁会带学生囡仔去到中国交流。伊也是这74年来头一位去到中国的中华民国落任总统。外界也伫咧关注讲，伊敢会甲习近平或者是其他中共政治高层见着面。马英九的基金会表示讲，无安排去到北京，要若中国官员迄边呢，就爱看中国的安排咯。前总统马英九要伫3月27至4月7去中国祭祖，会带青年学生甲对华学生交流。这是74年来头一个踏入中国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各界关心是不是会甲习近平见面？马英九基金会表示，无安排去北京。我们没有规划到北京。那这一次大陆方面也是用马英九先生来尊称他，对岸会用这个尊重、礼遇跟安全的原则来接待。是毋是甲对华官员会面？肖旭银讲，看主人的方便。马英九一定3月27坐飞机去上海，28拜谒中山陵，31甲武汉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日去湘潭市湘潭关白石镇祭祖。对团学生囡仔是安排去衡山，4月7日甲复旦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日再去登来台湾。我相信总统一定会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也能够对于民众对国民党的期待做出回应。我们也希望说，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一个祭祖之旅，不要造成国际对于台湾在于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信任上面出现一些疑虑。总统府表示，已经收到马英九出国访问的申请，望马英九这届会当展现民主价值甲两华交流对等尊严的立场。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银伊讲，马英九卸任了后，依法管制出国3年到2019年，暗过互蔡政府延长管制2年到2021年5月19，国家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等到今年两华疫情缓和，才规划相关行程。但是各界嘛关心马英九去中国，随后可能无法度配称。国安局是讲，当地议定警卫计划有完整的安全维护部署。中国国台办是回应，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台英国会小组有6个议员来台湾访问，中国是强烈谴责调卡断地。总统蔡英文7日接见访问团，感谢英国对台湾的支持，而且是几多届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国会小组主席史都华也学到台湾是世界的民主灯塔。英国国会台英国会小组主席史都华甲国会下议院议员来台访问，总统蔡英文20日期，这是自去年11月了后，英国国会搁一摆来访问。中国驻英大使馆强烈批评英国议员无顾中方的反对来访问。蔡总统是感谢史都华展现对台重视和支持。我要感谢英国从2021年起就多次透过 G7 等多边及双边的平台，重申维护台海的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That is more democratic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You are a beacon to how democracy can work in the world. 英国这几年挺台力量愈来愈大，最近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也第一摆讲到台湾，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为对抗中国伫印太地区影响力。美英俄各宣布打造澳洲核动力舰舰的合作计划，也引起澳洲是不是承诺伫台海发生冲突的时阵，支持美国来换取华府卖舰舰的积极。The answer to that is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And nor was one sought. And I've listened to that conjecture from a number of commentators. It is just plain wrong.
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反驳这个讲法，强调若占南到手，澳洲就完全有占南的主权甲控制权。学者分析，美国一个旧朋友要甲中国伫南海军力扩张对抗，中国外交部是批评，核占南合作计划是典型冷战想法，会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发予民众一个人现金6000块，有5种方式会当领。对这礼拜三开始呢，这身份证倍数0+1的民众会当大声去登记。未来若准你是选直接入去口座的，只要总统公告了后，5日内面就会当入去啊。若选邮局或者是 ATM 领现金的时间会拖较长，使用 ATM 的会等14天了后，上紧可能要等到4月初10才会当领到。民众期待真久的破坏现金6000块都要上路，财政部开记者会宣布，破坏现金网站甲客服专线1988正式上线。发的方式包含登记接受 ATM、邮局现领、直接接受甲特定偏向注册发放这5种方式。其中登记接受用身份证尾数分流，伫这个礼拜三2日启动，由尾数0+1开始先登记，过来是尾数2+9。27开始，这部分尾数拢总用登记。第3月28开始，用登记网站查询已经登记资讯是不是有错误。28号以后，你就可以上来查询你自己的账户是不是正确，我们会告诉你是否正确。如果错误的话，你就请你修改。到时间发现你没有入账，你也可以来看，我们也会告诉你账户是否正确或错误。财政部表示，因为破坏现金牵涉入去3度甲总统公告，所以上先启动的是直接接受甲偏向注册先领，也就是讲3月2日线定登记启动了后，那总统公告有算生效日了后，无分假这5个工作日之内都会接受。去邮局领 ATM 领会较慢开放。邮局是这1+21啦，然后 ATM 是1+这个14柜启动，有13家的金融机构已经这个纳进来，目前的台数接近26000，覆盖率大概80%几。数位部也提醒民众，若使用 ATM 邮局领现金的民众，拢免上线顶登记。是采用登记的民众，系统也陆续提供服务，至少6个月，免抢在第一时间去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3个所在，就是屏东的西子乡、花莲的万英乡和台东的金峰乡，因为这3个乡镇无邮局，特别开放乡民今仔日到25呢，会当去到派出所登记，由警察局来协助发放这6000块。这去这派出所头前就真侪民众去排队要登记，也因为过去发过5倍券、3倍券，大家拢真有经验，所以无啥问题。不过有台东的议员认为讲，就算有邮局来讲，对真侪时代来讲是真无方便。希望这寡路头眺远的山区呢，是由各村的办公室去发钱会较妥当。花莲县万英乡西林村的村民，透早就到派出所外口排队登记破发现金，民众提出户口名簿加身份证交予警员登记。派出所比较方便。早上村长也是用广播的方式去跟那个村民来宣导。伫台东的金峰乡，透早也组织不少民众来登记，因为过去发放3倍券、5倍券，乡民也拢是到派出所登记领取。民众甲警员已经真惯习安尼作业流程，不过甲过去的进行关比，领现金排队的人数少真侪。也不是像以前领那5倍券的状况啊，人员来的是姗姗来迟，因为可能是这个转账的方式啦，或是方式不同，所以呢，有很多种管道。其实也有不少伫偏乡山区的村庄，因为乡内有邮局甲提款机，所报道由警方代发现金。像南环的二流村人口数虽然只有400多人，也不过落山去邮局来回一刷，要2点多钟，较需要这款的服务。5倍券的时候，其实也有由各村办去帮忙去做发送。那其实如果说连这次的普发也都可以比照当初的5倍券来说，那其实对民众来说才是真正的便民。专门共享破发现金，这礼拜开始由偏乡先办理登记。不过警方也对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当利用这个时机诈骗，请民众唔通相信来路不明的电话，指导操作转销，以免防骗。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决议对4月开始就要起电钱，若准是民生用电，伫咧701度以上起3%，1001度以上要起10%。不过有真侪人伫咧外口洗厝，虽然这厝头家每一间房间外口拢安一个电表，不过拢是用同一粒台电的电表。所有人若准家加起来是真容易超过起电钱的标准。台电今日表示讲，若准是套房价经用同一粒电表者，这厝头家会当免费申请装智慧电表，而且接受台电的节能辅导。不管你是超过700度，或者是超过1000度，这届拢袂甲你起电钱。可能会是多一笔生活开销吧，不过还是要看房东他会怎么样去调整我们每一个月的用电的度数跟计费。冷气要开还是得开嘛，不然会热死啊。对啊，但是就是电费这种东西，还是就是能省则省嘛。面临电费起，租厝的人话食袂消。以一间厝计成5间分租套房为例，那用一个总电表，一间用电逐个月300度，算一个，等于5间房一个月就用1500度的电。看卖即摆电费起的方案，只要是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就会起10%，等于是租厝的人的电价会费一度6.999，起到7.699，一度电冲破7块，引起租厝的人的惊吓。对厝台电表示，若讲分租套房，真侪好用一个电表。只要申请免费装设智慧电表，佮接受台电节能辅导，就算逐个月用电超过700是1000度，会当唔免起。台电公司是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鼓励这个方式，然后一方面也能够节约用电，一方面也能够照顾我们这些租屋主，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于原本就是正常在使用的用电或者电表，它会不会因为再去改成智能电表，或是跟台电申请等等？这个部分我认为没有急迫性，所以房东的意愿可能不会相当高。台电表示，唔茫透过这款的方案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只是有偌济厝头家愿意设智慧电表，佮同时替换传统了电的冷气设备，也有太偏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台湾欠水问题真严重，中部也是真久无落雨，这水库的这个欠水量一直在降。农业用水无通用，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农作物身躯顶。亲像这高接梨啊，因为欠水，这梨啊袂大粒，连番薯也拢闭开啊。草莓也因为伤过干出现病虫害。不过水利署评估了后，认为中部水情也阁算是稳定，目前无打算要调整水情定序。莫大一粒一粒倒伫大窟窟的河床边，抽无水，敢会当抽流沙。真久无落雨，水库出现警讯。苗栗县瓦近里鱼潭水库的高接来山区，树啊拢大批批，树皮一个卡到喙齿，来啊树养分无够，水果未大粒，农民救苦连天。我是长不大的，因为水果比较大才卖，才有卖相嘛，才有卖相。然后有粉质是会造成第2年果树可能会快速衰老，因为它本身果树的储存养分。欠水影响的也有番薯出现真大的必顺，中华大城番薯产量减少2成，卖相无好，价社位每台斤13降到10块。番薯农是讲今年气候极端，温度升烧后冷，这会造成严重变果。气候极端产生裂果严重，造成今年的收益欠收2至3成。价格因为品相裂果严重多，就品相就卖得比较不好，所以价格也是持平而已。造成我们的收益变得是减少。根据水利署资料显示，中部地区主要的水库欠水率持续降低，鲤鱼潭43%，德基58%，日月潭61%，乌山干那村38%。不过水利署评估水源调度甲中央气象局降雨预测，这个客观的数据讲，目前中部水情也算稳定，并无调整水情定序的暗算。考虑我们区域水资源调度，那更重要的是中央气象局它对未来的降雨评估，所以水情灯号是否转变，都必须仔细的评估，透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讨论。水库水也有够，暗过天公伯也一直唔落雨，苗栗也阁有产鱼因为伤大出现病虫害，农民规期放弃采收，农民靠天食饭，气候甲水资源不足的考验，互大家拢歹过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欠粮的问题，有卖粮的业者不满农委会施压，唔互这价数起来，即摆也甲因呛讲无排除要休市。不过今仔日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讲，休市是假议题，伊也呼吁唔通搁再放一寡风声，造成正人的惊吓。
便当内底有国产的肉类、青菜，农委会主委陈吉中20来到必货工厂卖便当，讲要互受到物价影响的消费者，马通用60块买到营养。从4月开始，不会是只有一个礼拜17000多盒，我们要用10万人以上的目标。便当要提供予大都会受物价影响的青年拢通买，只是2家最近冒争期，有2商讲因为农委会施压，致使这礼拜2家拢无法度起价，呛声讲无排除要长期休市，但吉中嘛无冷冷，表示休市是假期的，因为鸡卵无亲像肉品市场，大家拢有交易。不断的在重演这样的剧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我已经特别强调过。透过蛋价的议题的炒作，不止没办法解决问题，反而是更造成恐慌。农委会话讲甲真重，不过业者嘛表示，市场已经在乱发，对正常交易的人无公平，继续小可调整较合理。这几天嘛会拜访农委会。问题拢公开，当有啥问题，大家咧坐来讲袂要紧，莫讲啊都讲的甲做无同款啊。陈吉中强调，2家本地就有议价机制，尊重农商甲鸡农，已经要求所有人员莫接相关的电话，产销资讯会统一对外说明。伊嘛进一步表示，第3月底会有超过700万粒的专案进口的鸡卵来台湾，4月会更较侪，加上即马2家的数量有提升，相信鸡卵的产销会渐渐恢复正常。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对今开始呢，若准是轻症的确诊者，就免通报免隔离，也会当直接去到诊所互医生看，免阁再用视线看诊啊。不过也有一个医生烦恼讲免隔离，恐惊会增加烧化风险。卫福部长许瑞元强调，这今早晚拢爱行到这步，虽然有风险，不过整体来看是会当控制。新冠肺炎轻症通报隔离新制28日上路，也毋过旧制最后一天增加通报5411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同期减少1.5%，死亡有28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有1礼拜的补通报完长期，也毋过有估1礼拜4确诊数都会降到3位数，后礼拜一甚至会更较低。星期4开始的数字就是会大部分的反应都是这个中重症的个案，那下周一当然开始就是完全只有中重症的个案，那大概3位数甚至比3位数还要低都有可能。地方部分全国各级学校师生，若是轻症确诊者，会当摕快筛阳性相片且5天病假，未日日出快速记录。后续若快筛阴性，是会当提早解除自主健康管理。整体班级的环境上面通风还是做好啦。那当然在其他一般时间，大家因为现在也就是因为有打疫苗，防护力都比较高一点了。因为防疫新制上路了后，也公布取消轻症视讯看诊，有基层医师烦恼可能会增加传播风险。对此，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这一步早晚爱行，虽然有风险，但不整体来讲是会当控制。大部分都属于轻症，所以大概对于社区来讲，那也不一定就是说会造成多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是可控的。许瑞元强调，山地离岛偏远地区甲机构居民考虑就医不方便，有愿继续适用远距医疗服务。未来新冠疫苗可能比较流感疫苗当年类型组，65岁以上甲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规划当年组2剂疫苗，有高大约有600万人。另外，正前买的1万剂有风险单独抗体，有愿有7500剂无使用。今年底会卖2过期，而且专家会议讨论监视各项款式验证，若到时阵也用袂完就会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要去访问罗西亚，拍算明仔载会和罗西亚总统普京签署2份合作文件。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当时还未停火，习近平袂输是要去敲讲和共款。不过呢，是美国来反对中国所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主张。有真侪专家分析讲，习近平是要利用这届访问罗西亚来展现中国伫全世界地位，甚至是继续和美国来做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到莫斯科做3天的访问，20下晡单独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食暗顿，日展开正式会谈，按算要签署2份文件。
这是习近平自2021年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访问莫斯科。真济专家分析，这也显示中国对俄国支持，同时也提悬美国压力。That is designed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aligned and that they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doe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he democracy realm. 中国并不加接西方对俄国制裁，这摆访问俄国期间，拍算签署文件，包含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宣言，加上方未来7年经济合作计划。因为俄乌战争也无停战的现象，习近平这摆也要扮演和平大使角色，想要说服俄罗斯无条件停火。不过美国却提出反对这期中俄在重写国际游戏规则。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there's some sort of call for a ceasefire. Well, that's just going to be unacceptable because all that's going to do, Mike, is ratify Russia's conquest to date. 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give Mr. Putin more time to refit, retrain, reman, and try to plan for renewed offensives at a time of his choosing. 习近平搁一摆连任国家主席，是自邓小平以来掌握上侪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对外关系也可能影响对抗甲更较强的路线。华尔街一报道指出，中国想要运用俄罗斯的关系对抗美国，是要甲普京讲新地区会由中国主导，毋是俄罗斯。公司新闻杨眼评析。在2天前，国际刑事法院才对普京发布逮捕令。不过，罗西亚总统普京19说走去，和罗西亚占领的马利坡，普京阁亲身开车，完全无把这逮捕令放在眼内。马利坡是进前罗西亚拍乌克兰死伤正严重地区，乌克兰也骂普京无廉耻，背书是罪犯，等到犯案现场共款。俄罗斯总统普京由副总理库斯诺林陪伴10倍出现伫乌克兰东部的马利坡，参观马利坡强县。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第2摆访问俄罗斯占领区域，也是上接近前线一摆。为展现亲民作风，伊阁亲身开车伫马利坡的街路，到当地一个新起好的主题区巡视。Будем расширять. Можете про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если желание. Да. Комнаты, если хотите. Если удобно. Мы даже не верили, что мы в этом году получим. 马利坡伫经过火车战斗了后，去年5月落入于俄罗斯的手中。普京这摆先到克里米亚巡视，了后阁访问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指挥中心。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伫推特回评，罪犯拢是会登去犯罪现场。马利坡数千家庭的杀人凶手去欣赏这个都市，正做拍远。批评普京毫无悔意，其实伫这摆高调访问前线无到48点钟进行。国际刑事法院伫10日才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伊非法绑票乌克兰囡仔犯战争罪。俄罗斯搁一摆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无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认为证据得到心中。Прояв терору проти українців держава зло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Цей тиждень, що минає, нарешті приніс дійсно вагомий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правов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і є ордер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суду. Мы считаем юридически ничтожным любые ре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мы также не примем. 用粉笔伫广场顶面画出5份的儿童，搁伫顶悬放蜡烛。捷克布拉格国家剧院外口，数十个乌克兰难民甲当地政权团体成员伫遮悼念马利坡剧院轰炸满1年。乌克兰驻捷克大使馆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也认为爱顶翻俄罗斯对乌克兰犯下所有军事罪行。国际新闻陈慧婷报道。南韩甲美国这届的联合军演自由之盾23时间有11天，其中南韩派出 F-35A 战机和美国的 F-16战机，一个 B-1B 轰炸机加入演习。而且这届军演是两国合作演习时间上较久的一届。北韩为着要抵制这场演习，宣布18、19这2天会进行以南韩为主要目标的核战术演习。领导人金正恩佮带查某囝金珠爱做伙出现。各种战机列队乘坐倒尾的2型整齐飞过空隙。南韩甲美国为13开始展开11天的自由之盾23的联合军演。这届演习的空中部军南韩出动 F-35A 战机，美国是用 F-16战机甲 B-1B 轰炸机参加。
地面部分是送来一只合作代表上大组织步枪的 M777 榴弹炮来到入演习。M247 A1 howitzer is a 155 projectile shooting cannons. It has a capability of shooting 15 kilometers at a time, probably a longer range than 119ers infantry cannons. It takes about 6 to 7 crew members to shoot it. Usually a good crew member could shoot it in a successful mission within a minute. 这届军演是两个联合军演历史上时间上过一届。面对这届演习，包含唔但一直试射飞弹反制，搁伫个10、8、19举行核战术演习。19迄一天发射的地点带到飞弹，伫个拍到目标进前飞差不多800公里，嘛是包含今年第7届试射飞弹，包含领导人金正恩就搁带到最近常常出现的查某囝金珠爱来观摩演习的专程。韩联社报道，北韩表示，只有攻击敌人的实际能力，保持随时会当精简精准的实施核打击的战备状态，才会当完成协助阻止战争的战略使命。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20日指出，金正恩表示讲，国家随时准备做核攻击来阻止战争，而且这次美国甲南韩认为敌人对北韩的侵略行动是愈来愈明显，真有需要北韩加倍加强核战争的威胁力。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美国前总统川顶礼拜六伫网络顶头发文，讲家己伫礼拜二会放抓起来，呼吁支持者着爱做伙来抗击，甲咱的国家抢倒转来。推特执行长马斯克也讲，若准川真正放铐起来带走，伊伫咧2024年总统大选一定会大赢对手。佮调整2024大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佮写入司法公布。伊18突然伫家己创办的真相社群发文讲，家己利益会放逮捕，呼吁支持者抗议，佮夺回咱的国家。川普无明讲涉及倒一个案件，也过外界认为应该是甲正式女星保护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有关系。川普2018年向媒体揭露，2016年竞选期间，伊的私人律师科恩捌摕13万美金、qua400万台票的封口费，爱丹尼尔斯唔通提起伊甲川普10年前有过婚外情，违反竞选财务规定。Did you know about the $130,000 payment to Stormy Daniels? Then why did Michael Cohen make it if there was no truth or allegation? Well, you have to ask Michael Cohen. Michael's my attorney, and you'll have to ask Michael. 川普起初一直否认后来承认付款，也毋过强调并无违法，也毋过检方一直无放弃调查。就伫川普讲家己会放逮捕了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随批评检方滥用权力。就连已经甲川普行个人路的前副总统潘斯，也认为起诉带有政治目的。It just feels like a politically charged prosecution here. 特斯拉甲推特执行长马克思搁较发文回应，若讲川普真正放上铐带走，会互伊伫2024赢得全面的胜利。也毋过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佩洛西表示，无人会当伫法律之上，搁批评川普煽动支持者。也有法律专家分析，检方应该会避免互川普伫媒体镜头前失职模样。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dragged in front of a scrum of reporter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perp walk. He won't be put in handcuffs or shackles. 也毋过检调也是会照定时互川普翕档案相片，通关伊出庭。川普进前已经表明，无论安怎拢会参选到底。专家指出，照美国法律调查未影响川普的候选人资格，伊确实会当继续竞选，也可能利用案件提供家己的政治消息。公司新闻前方评论。咱来看厄瓜多这个所在，拜六发生规模6.8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有16人。这阵大地震唔但造成这厝倒去人员伤亡，有一座伫码头边的博物馆也有一个规栋落入去海里，这救援人员也赶紧抢救博物馆内面的文物。另外，伫明加拉也发生一阵车祸，一台巴士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失去控制，摔落去高速公路骹，造成19个人死亡。浸伫海的博物馆，敢若剩顶半截厝顶看会到。厄瓜多南部太平洋外海拜六发生规模6.8的强烈地震，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甲附近秘鲁北部拢感受到摇撼。除了民家、病院、学校倒去受损，伫厄瓜多波利旺港码头，超过60年的汉洋博物馆嘛倒去。救援人员爬船仔，想要去抢救已经浸水的5000件文物。
事后公开画面显示，今日中工来的时阵，厄瓜多当地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节目镜头开始喊，一个男主持人看这个情形唔对，随起身走，另外一个女士嘛惊到大声喊惊闪，节目因为安尼被中断。这届汹涌来的天灾至少夺走16条人命。南美洲出席的高中方志哥礼拜特别为罹难者祈福。镜头换看明加拉，这台前半站已经弄甲密密麻麻的公车。警方证实，迄个时阵车顶载43个乘客。礼拜早起8点，这台车经过中部这条公路的时阵，汹涌冲出路边的护栏，为9公尺插入3层楼悬的所在落来，落伫下骹的沟仔内，造成19个人死亡、25人受伤的悲剧。এই ঘটনার যে মৌলিক কারণ এটা আসলে আমরা এখনো সুনিশ্চিত নয়, তবে প্রাথমিকভাবে আমরা ধারণা করতেছি যে আপনার যান্ত্রিক ত্রুটি হতে পারে, এটা চাকা বাস্ট হওয়ার কথা আমরা শুনতে পেরেছি।明加拉因为道路甲车辆老旧欠缺维修，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去年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有9951人，创下历史纪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民进党对20开始要进行立委初选登记，虽然党主席赖清德进前有发出诚信条款，无建议现任议员走去选立委，不过也是有不少的议员想要来拼看卖。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第日早起就宣布要投入树林大同区的立委初选，另外基隆市立委蔡适应宣布无要拼连任，要甲博士论文的问题先处理好势。我信赖，但是不信邪，所以我来了。一句话来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20正式登记投入民进党台北市树林大同区立委初选。王世坚2008年也参选立委失败，强调家己为倒位跋倒，就为倒位爬起来。大同区真济里长甲议员拢来收听。王世坚为什无去选中山选区？王世坚表示，进前为5个人助选，为人保民进回救，选择挑战现任立委何志伟，而且无接受党内协调审议议决，甚至违反党主席赖清德发出的诚信条款，已经回参选期时更较完备党的定数证据，恳请选民原谅。大局条款只是建议，并不是强制。我恳请选民们准许我转换跑道。那我想，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标准。那至于个人的生涯规划，我们都尊重。何志伟低调表示尊重，对王世坚深受老炮记录，是高候选民智慧做出选择。新北市因为立委倚天判处不必竞选连任，新北市议员彭雅芬也无要投入3.5立委的初选。我的诚信就是不会为了位子去转移选区迁户口，这个是我对在地的负责任的态度。基隆市议员丁志豪也在20名表想要参选，基隆市立委蔡适应就宣布无要连任，表示台北大学审定委员会受理伊博士论文学位申诉，决议保留伊的博士学位，伊会全力完成博士论文保证，甲投入2024复选。记者综合报道。农地违章工厂改善计划20就停止收件，到拜下晡，还有1040间的这个工厂无交改善计划，包含台中和高雄等县市拢有上百间无交，其中彰化上严重有295间。公民团体也呼吁讲，政府就要讲会到做会到，若准无交改善计划工厂，到时阵就要甲因切断水电，甚至是拆工程。农地违章工程改善计划这个月24收件截止期限，公民团体呼吁政府要确实督导，针对无缴交改善计划工程做处分，才当落实改善政策。政策一定要去执行它的断水断电与查处，它才会让这个政策符合公平，也才会让这2.8万家，也就是大多数的工厂，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根据经济部中部办公室到拜下晡1点前统计，全台湾拢总有1040间工厂无提交改善计划，台中市、高雄市拢有超过100多间工厂无提交改善计划，彰化县无提交的件数是全台湾上济，有295间，其他亲像新北市甲嘉义县有超过80间业者无提上改善计划。最终会落在1000家次以下了。名单的话，后续大概会有一个
优先顺序的安排105-520之后新增的为主，再来就是中高污染的行业，这样子有一个优先顺序啊。经济部讲，取得合法工厂登记，工厂才当永续经营，嘛才当避免违章工厂有消防还是污水问题出现。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这虚拟货币交易正热，相对风险也真大。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证实讲，这行政院上近3月底宣布，虚拟货币会由金管会负责管理，加做虚拟资产的监理主管机关，包括着这客户受保障，爱甲平台资产分开、商品上架着价审查以及投资人的保护，未来拢是监管的范围。去年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宣告破产，全球投资人投资去了。根据了解，台湾有差不多50万的受害者。为避免同款的风暴在国内发生，虚拟货币在台湾确定会有业务主管机关，行政上近3月底宣布金管会组织。金管会目前被行政院指示要承担的是其中的有关也许支付跟交易性质的，但是还有其他性质的东西，我想行政院还有相关的这个部会还在继续研究它的性质。黄天木表示，虚拟货币未来监管方向包含客户资产甲平台资产的分离，商品上下价审查、投资人保护，拢会伫未来监管范围内。所以会先甲业者讨论自律规范，未来是毋是立专法甲专法涵盖范围，要等运作一段时间了后，会再个讨论。我们已经不是新创的所有货币业者了，对，那中间的话，其实我有经历过很多阶段，像譬如说客户的实名制，还有那个他们的风险控制，还有所谓的那个房企钱的部分的专法，我们该怎么去落实它？对于监管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乐观其成。台湾我相信交易其实相对是单纯，台湾交易所有货币几乎都是以现货为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结构性商品，像杠杆交易啊什么的。国内业者表示，因为数位货币本身有波动，对产生侥幸，现货本身的波动已经无法度满足国内投资者，都一定会去国外交易所来做交易。比如何地监管国内虚拟货币，同时也对境外交易所的风险做好有协助管制，也是政府未来应该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个26岁姓谢的查甫人，伊顶一日半暝啊3点的时阵，骑电动厨房车伫路里乱扫，警方甲人查落来，掠来做酒测，想袂到伊这个酒测值竟然有0.41。警方表示讲，这电动厨房车算是一种的慢车，酒驾也是爱罚，互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来甲伊上班。另外，台南市还未核准电动厨房车上街路，要甲另外罚3600块。民众使用电动厨房车伫车路行，警方提醒对方强行违法，叫伊莫阁犯。无想到讲话时阵，闻到对方身躯有真重的酒味，要求伊实施酒测。我帮你看数据啊，我这边 Google 给你看。大力吹。民众酒测值有0.41，互人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上班。另外，警方罚伊违法使用电动厨房车伫车路行，民众感觉真奇怪。电动滑板车、独轮车原则上禁止行驶于道路，仅能在非属道路的私人或封闭的场域来使用。原来，亲像电动厨房车、独轮车这种有电力、行驶速度25公里以下运具，是属于个人行动器具，原则上袂使伫道路行驶。要由等政府规范是毋是放令？目前台南市是袂使通行，所以这查甫人已经违规。国家个人运具属有慢车一种，若这个啉酒赛车也是违法，所以伊爱罚2项。另外，亲像厨房直排练这种是属运动器材，嘛袂使上路。毕竟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加上台湾交通没有到那么的好，机车比较多啦，所以可能比较危险一点。这个爱算人是讲，咱台湾车伤济，准讲真正放令限制，也无一定敢上路，就惊甲车相前路，颠倒互家己更加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青埔站甲桥头车站边拢有规大片的农地甲树仔，地势高架过台拢有鸟仔飞来。高雄捷运公司为着要赶鸟仔，用声音甲光线的方式来甲鸟仔赶走，唔但确保环境的卫生，也互这捷运更较安全。
侦测到物件挖进这支管鸟啊，会哪时哪发出高频噪音。四周围有农地树丛的高阶清播站，铁基路甲月台定定有鸟啊在飞，甚至走秀。清洁人员不时都爱清理涂骹甲以外的鸟仔屎，为了维护环境，确保行车安全，特别设这支来赶鸟啊。去鸟干的方案，这个方式也获得一个不错的成效。那还是重申，在以保护鸟类及维护车站清洁品质的双重目标下，来做出这样一个最佳方式。很好，比较友善。定定有鸟仔在飞的清波甲桥头火车站真的高架月台拢有设。不过虽然不时会发出声音，鸟仔也是真安稳伫月台顶悬。高雄野鸟协会是讲，野生动物适应力普遍袂歹，要用声光来赶鸟啊，恐惊敢若暂时有效。其实它会跟周边的环境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尽量用一些是以防止为主，而不是以这个直接去打击的方式去来做这些防治的措施。其实有鸟仔困扰的唔那高阶，自年底代替屏东潮州站，也因为困扰的伤济，鸟仔造成环境垃圾。有工作人员摕BB枪伫赶鸟，鸟会讲这唔是好的方式，因为每一个环境鸟仔会来有伊的原因，应该找相关专家评估，才会当有效防护甲降低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机能的介绍创新馆，加上农委会有相关补助，有不少产地业者要甲这低调的设备换新，或者是起新的低调，而且表示讲水黏式的这个低调有温度、湿度的控制，会当提升机能的产能。不过起新的低调费用是传统式的5倍到6倍，加上国内当日欠工，这时间上无爱等几半年以上。一粒一粒的鸡卵照所送大，送到集团区，速度更够效率。讲饲物件时间，老板只鸡要同时食物件，靠电脑管控就能完成。甲传统的鸡舍无同，安尼水电式鸡舍靠是这套电脑系统，若温度超过28度，外口水电队启动配合通风系统，造成鸡舍内部的负压状态，就能达到通风目的。天气转冷时阵会启动保暖，鸡舍内底维持伫个恒温恒湿的条件之下，产能的效率也提高5成以上。鸡就是上重要，伊就降温哦，这个温度所影响伊的产能，会影响。差非常的多，咱这气候愈来愈热，以后就是愈来影响会愈大。大型机构咧时间调挂新鸡舍厝顶，鸡农表示，因为鸡卵介绍创新馆，加上农委会启动相关的补助，不少鸡农扩建鸡舍，拢用水电式为主，亲像安尼300平鸡舍，都要导致将近5000万的成本。佮加上国内有关有欠人的问题，要动工至少要等半年以上。要有工，而且是那个材料涨幅蛮高的，政府要给你多少补助，还要去申请，而且鸡农很多都不懂啊。工班负责人表示，因为农业人口流失严重，传统方式爱调向具效率甲低进力方向改良。水电式鸡舍虽然效率好，不过前置作业甲申请定数复杂以外，欠人欠料问题也真严重。目前水电式鸡舍只占差不多1成左右，也正做产业更新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南部闸门水库水量只剩1成尔，这可看是真严重。就环保团体认为，这台南市市区的地下水真多，不过逐工说互伊流去江洋大海，建议政府会当甲一寡古井活化或者是乌新的。市政府表示讲会来规划，市长黄伟哲也强调，目前水库的水会当冻到6月底。这用水大户的送水呢，会先甲因减少1成。市政府也针对无做好省水业者，甲因严格执法。行到台南中西区六合境清水溪头前，就会使看到一口古井，相传是清朝年间所挖，到现在是活水的状况。而另外一处古井王仔井，目前是私人所有，但是当地居民表示，这口井到现在嘛是活水。这个井这附近的人拢来这里，用这个水来食，但是这个井的水有伊检查真好。哦，到即摆阁是活的。哦，那个活，那个铺，弄个自然铺水起来。一段气候之下，国内水情再度有警报。环团是认为，原台南市城区地下水是清丰沛，真侪水拢无利用，逐工是流往大海。建议古井活化，以及找出涌泉的储水点，有效的来利用。
非饮用水，可以用一些这些古井的水来作为，例如旁边的浇灌或者旁边的一些街区的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使用自来水。对此，市府强调，伫下游储水，嘛要考虑到顶游的补水，没有那储水，会搁再规划。20号嘛是安平再生水厂启用的首日，未来第一阶段，逐日会供应1万吨再生水。4月底进程，会搁再增加逐日17500吨紧急的抗hạn水量，除了稳定南科用水，同时嘛释出定量的自来水调配民生来使用。剩下的这些水库的水可以撑到6月底，应该就更没有问题了。你看一天如果27500吨，然后30天1个月就产生将近80几万吨，那这个部分对于有效的延长水库的寿命以及使用这个民生用水的替代的话，那就非常有帮助了。目前南部主要的闸门水库脱水率敢若剩下12%左右。台南水情订号对3月1号开始，早就已经当做感冒式的订号。市府嘛针对逐个月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就要减强10%的用水。但是截至3月15号起早的结果，针对无达到节水的标准者，已经开出68张的款客单，并且进行269处水表的签封，强制检强。记者郑混淡报道。有300多公顷的家己布地盐田湿地是渡沼过冬的主要地点。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举办渡沼季的活动，邀请民众以袂影响到渡沼找食甲生态方式，来推广欣赏沼仔的观光发展。民众用千里镜来看渡沼。嘉义县政府甲云嘉南国家风景管理处伫布地盐田的湿地举办渡沼季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这边披露来讲，事实上是有一部分都会到这边，变成这边可能会比旗鼓那边现在目前来的多。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来为这个我们社区，为我们这个生态注重，然后继续呢跟经济跟这个部分旅游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所在伫2001年无国排盐了后，300多公顷的范围，豆豆仔整做渡沼过冬的测试地。高雄野鸟协会、枫叶保护协会，各有在地社区头摆甲公部门合作，希望用旅游的方式发展地方的经济，嘛推广生态教育。早期应该是说我们大概赏鸟点地首选是鳌谷啦。这两年布袋盐田应该是富裕的不错哈。布地串联西南沿海湿地，是台湾西岸重要的生态环境。今年乌面后尾来遮的记录是1429只。云嘉南风管处表示，配合 NGO 组织甲县府水利单位的合作，会当让这个所在将做有生态教育、佮有观光发展的新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的白草鱼即马伫台湾有人伫咧种落，伫南投信义乡纪念着2种品种的白草鱼。农民强调，一寡草鱼拢是有机的，欢迎民众来体验家己着起版的趣味。一手摕红色的草鱼，另外一手顶悬是即马长兴的白草鱼，看起来粉红啊粉红，敢若初卵时心内失水。南投今年开始推广草鱼产业，请真侪民众来观光，甚至阁有人带团专工坐游览车到地，就是要亲身体验板草鱼的趣味。颜色很特别，看起来就觉得很想去试。然后我运气好，有吃到白草莓，比红草莓还甜的。白色是我第一次见过，在这里我开了眼界了，那我尝了之后呢，我感觉到又香，对吧？有草莓香。而且它又大，而且也水嫩的。园区内白草鱼有2个品种，一种叫做德芬，果肉较白，酸度较低，食起来有水味多香，佮有淡薄仔牛奶油的气味。另外一种叫做天使果实，较圆较大粒，有往来甲芒仔果的香气。农民强调，这白草鱼拢无除农药，就是要让大家食了安心健康。其实种的就是无毒，不农药，真的用有机的施肥施作。大家吃得安心，这个才是重点。那我们的价格当然也不会说走的那种很高端啦，还有很亲民的路线。但我们也希望借着大家来，然后把信义有草莓这种讯息传播出去。除了农民家己的技术，信义乡公所嘛提供补助，辅导农民甲草鱼量产，帮助南投发展草鱼产业。园区现场开放游客会当来体验板草鱼。若是住较远的民众，第3季时嘛会当直接向信义乡公所注文，会当食到上佳钓时香过甜的草鱼。
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希腊的雅典动物园，2月底有捡到一只白色的花镜，捡到的时阵伊状况无够介好，怀疑讲有人家走私入来，家拼伫咧粪扫箱内面。这件代志会逼出这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是真严重的。白虎镜伫动物保育人员的身躯边，感觉真安心。有时靠伫手边，有时对镜头，目睭带大蕊，真古锥。2月2日，伊互人骗伫希腊雅典的阿提卡动物园一个粪扫箱内底，先检人员发现伊规身躯垃圾夹夹散比巴，以及有脱水的现象。We had a number of cases of animal dumps, but in front of our door. But usually these are pets, abandoned pets. These are puppies or kittens, or tortoises, some reptiles, some wounded birds, but a tiger, never. 白虎被骗掉时阵，身体状况无好，连兽医拢感觉真着惊。经过真侪项检查了后，发现伊严重营养不良，骨质也真脆弱，可能长期无好好吃素地素，甚至发现伊的后腿有一支金属的钉啊。I've read many reports of victims of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but until you see it in front of you, you cannot grasp the severity of the health issues it's faced with. 动物园的监视器翕小白虎被发现的前一暗，有一台车驶进粪扫箱。动物园怀疑就是恶意放晒小白虎的嫌犯已经报请有关当局追踪。欧洲刑警组织指出，欧洲的野生动物交易产单有10亿欧元，大部分为亚非两大洲非法进口。动物园表示，因为好的大细饮食甲天生的野性无法度当作宠物来饲，最后难得放晒或者是杀害命运。那这只好因幸运活落来，会交由国际野生动物或者是动物庇护团体来照顾。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30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5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